来关心这115年度总预算案的到单是要未审查。主计总处是表示讲，若准无审议通过，安尼就有2992亿是未当叮当的。这当中包括着 AI 新10大建设，也有国管区河川甲排水的计划等等。也若知影呢是指控这中央若准无提关警消人员甲海巡的退付金，而且呢军人若准无加薪水，安尼就会继续较多。 115年度总预算案进度延前去，调也要伫对立。离今年结束剩上尾一礼拜，要是无法度复位，创下阿扁政府、马政府、蔡政府到赖政府以来上万复位的纪录。主计总处报告显示，有2992亿预算爱通过才会当执行，包括新型计划1017亿在内，内容包括伫学市、甲县市财政平衡的补助、AI 新10大建设、T-Pass 通勤月票等等，会严重影响施政。 毋过，在野反倒转来批评中央无要义立法权，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预算，还有提关警消海巡的退付金，也是毋便利。你要不要公开承诺？审总预算的时候，审完马上追加预算，这2笔追加预算我们就马上审，就这样可以承诺吗？要不要承诺啦？ 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啊，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。针对那也要求中央答应爱追加军人加薪水的预算，但小主讲安尼会破坏人事制度。绿营立委烦恼讲，若被恐惊的封杀总预算案一直到会期结束，代表明年便若拄到天灾，中央会无法度动用灾害准备金，到时要安怎来协助救灾？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，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。 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，地方它灾情惨重的话，那自己的灾害准备金不够支应，那就必须要仰赖中央来做资助。那到时候中央就是没有经费可以调整。国防部表示，调也无要审总预算案，嘛冲击国军建军备战，连带影响各种的机舰、战甲、炮车等等装备维修保养、甲火药、加油等等，对演训的任务是真不利。也若列伫新型计划内底 T-Pass 月票。 75亿的预算互卡关，交通部讲预算若是无够，到时会影响98万的通勤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